配合汉光41号演习，南部地区的防空演习伫16日下晡1点半开始。当然，因为这风台救灾来取消，也那高雄屏东时间一个到，警报就断啊。警方也随伫咧车路顶头引导民众去避难。2点警报解除了后，也随进行赈灾抢救的相关演练。演练就是希望用充足的准备来应付可能会发生的状况。 防空警报声开始弹，高雄中山路的人甲车随照指示，就近入去百货公司，也是泽运车头内底避难。店家也随将铁门牵落来，对泽运美丽岛站附近的大楼看落去，规个市区车路拢已经净空。啊，若进入地下室避难的民众嘛，遵照指示做出保护姿势。大拇指捂着耳朵，然后食指捂着眉毛，然后口闭闭的。你觉得紧急的避难标示相关路线做得怎么样？不错啊，有人在带耶。 拄到紧急状况，开放地下室互民众避难。急救箱、食室、饮水，所有物件准备真齐全。2点警报解除了后，第10全各项嘛进行战争灾害的抢救演练，包括伤病患的救治、灾民的收容照顾等等。无论是医疗、生活物资，也是食室、饮水的供应，市府表示，透过公部门甲民间的配合，面对各种状况来加强演练，做过充足的准备。每一个演练其实都有它的必要性哦，不管是公共场所的怎么样的收容民众。 或者是像这样子，我们怎么样设置安心站，甚至怎么样去服务我们的市民？他持续保持防灾赈灾的意识，因为每一位市民、每一个社区、每一个组织，都是串起我们国家安全不可或缺的一环。目前可以看到一名重伤伤患，他仍有些许微弱意识，但目前倒地不起。 屏东县这摆也同齐做演习，除了防空避难，嘛有针对战争遭受空袭、发生火灾抢救甲相关的救护来做演练，确保若是有灾害，会当互需要的人即时得到协助。头摆结合汉光演习做伙办的城镇润成演习，台南因为风台救灾取消，高雄甲屏东的演习原本无传出违规状况。记者柯家如柯明哲、柯昭雄，高雄屏东综合报道。